课文26篇，诗篇111篇，着称赞上主。伫正直的人聚会的大会中，我要专心感谢上主。上主的作为真奇妙，互喜爱伊作为的人拢通学习。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，伊的公义永远存续。上主行奇事，互人纪念。伊有恩惠，有怜悯。伊使美娘互敬畏伊的人，伊会永远记得伊的约。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，将列邦的产业赐予因。伊的手的所做信实公平，伊的教示拢可靠，永远袂改变，照信实正直执行。伊救赎伊的子民，甲因定永远的约。伊的名是圣，通敬畏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，遵行的人才是聪明。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。